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谢小姐，礼拜阮甲你调查王乐天的下落。虽然伫20多年前，伊就来搬离开这个所在，然过我一定会尽力替你做出。周先生，一切拜托你。免客气。假使我若有伊的消息，即时会甲你联络。多谢你。王乐清，就准讲你秘伫天边海角，我嘛要将你找出来。你啥？足歹势，我是昨昏开车，甲你弄到迄个人。你开车甲我弄着？哦，我想起来啊，毋是你赛车甲我弄着啦，是我走红标先弄着你的车。你着说我哪有听？头拄阮两警察讲你甲我送来病院，佮我拿医药费。是啊，应该。应该。命重要。命重要。你爱看啥物看人的命啦？要像阮这款人的命，1000块当买几啊条？就像警察先生所讲的，前一阵仔你为着缴销，讲要去摕啥物下厝庄啊，叫啥物苦骂人哦。昨下晡撞着因下骹手的车牛啊，我加载一时呢，伊毋只毋敢用鸭头啊。鸭头啊？鸭头啊，就是枪啦，红星黑星，你知无？我刚才走红先弄着你的车，啊，若无即摆互带去。看你也袂是个歹囡仔，是安怎你要去？对我妈呀！你还阁遮尔少年，以后还阁有真好的前途。煞煞。咱做人毋通亏待家己，重新搁再来啊！我重新搁再来啊！会死人啊！其实我嘛捌拄着比你搁较。哦，我是讲咱的前途爱靠家己去创造。有一半是安尼啊，啊，若是阮这款人的命，毋是家己会用做主的，只要一只称志，结婚就问一声了，臭屎命。假使讲，你若是无为家己设想，嘛应该替你老爸老母想看卖啊。替我老爸老母想。敢讲你无认为你这样阵的行为会去伤到你老爸老母的心？伤我老爸老母的心？哈哈哈！你错，自细汉到今，就是我老爸老母伤我心啦。敢讲？无我老爸，就无今仔我。
莫讲阮老爸老母代志会使。有秘密是？咱的交情还未到遐。我只是要知影讲，你无需要知影我啥。哦，多谢你救我，搁来看我。啊，若无代志，无你请一下。那我就来走咯。请。你有啥物代志是？古早人有讲一句话：天下爸母心。除非你有做啥物代志，互你的老爸老母伤心，也若无爸母对伊的囝儿，永远就是关怀甲爱。是安怎自细汉到这，我唔知影爸母的关怀甲爱是安怎。听人讲，阮老母伫我生我无偌久就过身，我做囡仔时代，阮老爸就无啥要插我，因为在伊的心目中，我有一个囝，迄就是我的小弟子强，一直到我大汉，阮老爸共阮看无起我，讨厌我。小可做唔到代志，佫互我拍到半小时，一直甲死当前，伊无缘无故佫再拍我才决定离家出走。恁爸啊，你讲一句话，你咧无欢喜啊？你出去啊！你这无路用卡上，你嘛小看你小弟者。我知我甲主强袂比，伊拢比我较好。你若做大兄，袂当带小弟，你嘛甲小弟小学一个。我想要学主强啊！我只管伫恁拍拼做工课，互你欢喜。但看阿爸，20多年来，你从来冇互我这机会啊！你即摆是在讲什么笑话？我是20几年来，我无甲你当做你是我的后生先。从细汉到这，你甲我当作我是你的囝无？你是不是想？好，你若认为讲我无甲你当作你是我的后生，有在条怎么出去？怎么给我出去？出去！别个动，别个动，伊若要出去，好出去啦！无咯，后起啊！你若要看到这身体，安尼要哪好啦？你甲我听清楚，今仔日你若敢甲我打出这个河场，你永远拢要甲我倒来！哇！前辈阿明兄是安怎敢咧小狗吃蘑菇？这是什么代志？好啊啦！我知影，大你甲恁爸爸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去。管，我袂用无走。我了解，从细汉到大汉，你的日子过了真苦。我过日子嘛是苦啊。安尼嘛好，去外口打拼，对你来讲，可能比伫厝更较好。管，过去。既然要走，就莫搁讲过去的代志。啊，毋过有一件代志，我袂用无讲。万一你工课也无理想，也是生活过了无好，你一定爱倒转来。袂，我若离开，我就袂搁倒转来。搁甲安怎讲？这嘛要有关心你的人啊！无对，还搁你咧关心我。安尼你就莫让我烦恼。祖文，你莫让我失望，嘛莫辜负我。我会记你讲的话。安尼就好。这个钱，摕来，我知影你辛苦无钱，摕来。我袂用摕你的钱啊。祖文，你无应该拒绝我。阿管，唔
不管我是毋是有成功，我一定得到。王主文，看阮转来警察局。总经理，这间公司你先看一下，下晡开会时爱做决定。可是我的后生也是还阁伫，应该嘛该会变大。这真是，你代志给我做做。阿清伯啊，你即马是甲我当作粪扫桶哟，啊，人家是爱乱打。出事！就是要甲我出事。头家，是什么代志呢？啊？就今日报纸讲朱文太人向看八个月道歉。你错的啦，马正唔甲我做工课，伫咧外口甲我做路无去人睇。这个面子拢甲我写了了。啊，毋过伊今仔日安尼，你嘛有责任吗？对。你是咧闹冤地上？你着什么人？就亲像朱文讲，从细汉到大汉，伊希望的是你的爱甲关怀。伊伫拍拼，要做一个互你喜意的囝，啊，毋过你互伊的是一摆搁一摆的伤害。是啊，啊你拄安尼东东西西逼伊甲离开家庭，今日又毋才有即款的下场。恁三个即嘛是咧创啥？你一句伊一句，是要甲我教死是吗？过去，你无甲朱文当作是你的囝，我希望你即摆使甲当作是朋友，去关心伊，去看伊。叫我去关心伊，去看伊，免想啦。朱文囝安尼，你嘛有责任承担伊今仔日的毋对啊？拄着，啊讲囝就是囝啦，去到对啊就是你的囝啦。今仔日唔对，拢是伊一手造成的。啊，我无即款乌落木一个后生啦。啊，清白，我也袂去看伊，我也袂去帮助伊啦。啊，清白啊，互伊一个机会，互伊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好无？好啊啦，莫甲我讲较济啦。啊，清白，你既然肯去看伊，我家己来去看伊。你要走去看伊就死囡仔。是，互伊知影你，我也伫咧关心伊，互伊莫搁坠落落去。对路迄是因兜的代志啦，咱拢无责任啦。你无责任，我有，我家己来去看伊。我不准啦。我有这个自由，什么人嘛无都免讲我。啊好，好，你真是要看伊，会用。但是你爱记，先说甲讲，讲你哦，马上要嫁出强啊啦。怎样想，拢想无。我有这个自由，什么人嘛无都免讲我。啊好，你真是要看伊，会用。但是你爱记，先说甲讲，讲你哦，马上要嫁出强啊啦。哎呦，你心肝遮尔啊凶哦！我叫阮爸妈你请卖出门，你叫你咬死，吼！实在我闹翻天，闹翻天有影。阿管啊，煞煞去啦！你莫去看朱文啊！迄个你去，甲伊嘛无好面相见。啊，二来哦，莫遐尼早，去甲伊讲什么？你要甲因小弟朱强啊结婚？朱弟姐，我当时是不得已的。我知影，恁老爸袂死的进前，烦恼你着安尼做，无法度啊。朱弟姐。
啊，有，你小等下哈。妈，妈，电话啦。喂，叶小姐，啊，我是。你委托我调查王乐庆先生已经有了，啊，处理的补若是有方便，麻烦你过来做。多谢。我找到。叶小姐，这就是王乐清的相片甲资料。伊即马伫咧开幕场，伫相片边仔即个，就是伊的第二后生，叫做王子强。王主任，即摆因为政府实施减刑条例，你才会当提早出监。希望你以后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几个月前，我还伫来你的时阵，听讲即种出代志，千万毋知安怎。我应该先来看卖。志勇啊，来遮创，我找志勇啊，诚久无看。阮兜无反应你，你甲我出去！你甲我出去！志勇说，你是安怎？你甲我出去啊！出去！志勇说啊，我对你做毋对是无？你害阮志勇，你要害阮规家伙啊！你知无？你看，志勇为啥？几个月前，向我抬到脚骨拢断去，连头壳嘛向我扑掉，骗伊宣布伊脑死，即摆已经变成植物人啊！袂，无可能，伊会变成植物人。这拢是事实。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你会好起来，我会做上好医生来甲医。等你病若好，咱莫过较早迄种日子啊。滚！咱好好重新做啊！现在要好好重新做，啥要较早甲伊考考，佫开去做歹代志。啊，即马志勇已经变成安尼，佫来联络我惊。你搞一辈了无问题，伊若无交着我种好朋友，今仔袂安。阿母，你毋通阁做落寞啊，紧转去。对即马开始重新做人，搁再讲，高中有一个阿娟在关心你，伊在等你，你千万毋通甲伊辜负。拢想无。
妈，是什么代志先？拄仔迄人感觉足面熟。妈，我实在想袂晓呢，你是安那要到庄卡发展新的事业？妈妈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庄卡空气好啊，嘛较清静。妈妈以后啊，想要倒来庄卡啊。我看才毋是咧，这一定吼，甲你要找迄人有关系，对。哪袂记啊？顶啊你哦参加这个总经理的宴会啊？啊？够啰嗦的，什么宴会？好啦好啦，我会去啦，我会去啦。好，会去啊。好啦。